好来，乡亲啊，继续来看这个立营航空早起为台北要飞马祖南竿机场的航班，20点飞到南竿，因为降落的时阵弄着跑道，所以这个飞行机正边的链啊绑链，紧急佫飞转来台北的松山机场。飞行机顶74个乘客拢平安来降落，但是降落的时阵，这个声真大声，佫强烈来刺弄着涂骹，互乘客是非常的惊恐。 很紧张啊，像生死一瞬间的感觉啊！那有听到就是爆很大声，很大声，超级大声的。在马祖那边的时候就有听到。要马祖要下降的时候听到的。有震动很大吗？超级震动的，那声音好大了，那大家都叫的好大声啊！那回来台北的时候，那个1个小时的航程有很紧张。因为他一直在空中上盘旋，他把油耗尽啊。 然后下来的时候是因为没轮胎了啊，就把那个跑道划成一条很深很深的一条很深。对对，所以说现在后面飞机都不能起飞了啦。那跑道被划坏掉了。那你们降落在松山机场那有撞很大力吗？那不会，那个，我觉得那个技师还技术还蛮好的，然后空中小姐也一直在安抚我们。好来，为这个画面会当看到立营航空飞行机的链胎伫空中绑链，所落来这个链胎就悬挂伫机身，随着飞行机伫空中撼动，看起来是真危险。等到迫降伫跑道了后，飞行机的下骹佫冲出着白烟。民航局来回应，讲这立营航空早起要伫南竿机场降落的时阵。 机长发现主要的飞行机链疑似有损害，马上佫飞转来松山机场。班机伫11:08分顺利来降落松山机场。加在这个飞行机顶的旅客甲机组员，总共74个人，大家拢平安。